乡亲若要抢救这个鲸豚，其中一个真重要的关键，就是降低海洋的污染。联合国的统计，全世界每一年有1000万到2000万吨的塑胶进入到海洋。四面环海的台湾清出来的海洋废弃物，一年就高达13000多吨。塑胶垃圾已经是海洋上大的灾难，唔但威胁到海中的食物，嘛透过食物链危害人类的健康。为着要来恢复到清气的海洋，台湾有一群畅水的爱好者，侵入大海，自愿做海洋的清道夫。另外，台湾嘛有2600多台的渔船甲观光船，组成环保舰队，清理着海漂的垃圾。这群畅水的战将甲环保舰队共同组成的净海大联盟，安怎来守护珍贵的海洋资源呢？继续来看咱的报道：为海而战。塑胶制品它是永远不会被溶解的，因为你海底你不把它 Q 起来，永远都在那一边。我们没有去做一个改善或者是处理的话，也许到了2050年，海里面的垃圾会比鱼多。下面的口没办法再闭。来，离海号出港哦。海水摇动，卷起一缕一缕的浪花，规船载拢是尖海的战将，游艇对港口出发，驶向远方的大海。训练，什么叫训练？啊，就是要下去看完之后回报海流、海况跟进度。发号司令的是潜水资历超过25年的外省教练王明雄，伊嘛是家人救难协会成员，这抓是协会水中的训练，同时还有一个超级任务。因为我们都是透过有很多潜水朋友过来，他们看到说，有网子，然后他来回报我们因为救难协会这些兄弟，他们平常在训练的过程中就是磨砂。是找东西，他们这一块是蛮强的，大概10到12米左右啦，大概啦，大约我上次下去的时候，大概在区块而已。队员全副武装，爱20公斤的氧气罐，准备落水，目标是赶除大型废弃的希望，清除海底垃圾。OK 了，30分钟上岸。OK 了，来下水。今天我们跟着救难协会的前海专家们来到这里是帆仔澳湾，可以看到海面上已经有一些漂浮的防波堤。今天他们还要潜下去看看这个海底特色。你讲你问题就刚刚讲的问题，你要上你就上来。好。挂洪水的镜头，华视的采访团队嘛正入去海面下探索。渔群伫石头之间游来游去，眼前的那些世界神秘动人。但是透过洋旁景象开始变调，去用等以上真久的渔具回收交离石头顶悬，将水源爱足大力才会当甲刷开，甚至伫海底阁发现船艇，要甲搬开有困难，只好暂时靠伫遐。互人看到惊吓景象出现伫台湾附近的海域，海线希望低调咧，船乌搭敢若亲像是去关起来。塑胶垃圾变成是这片垃圾当中上插目的画面。海中的废弃物，有的是人随便乱抌，有的是近海要埋场处理不当，垃圾对着河川流入去海内底，甚至有人直接把船顶悬垃圾陷入去大海。2019年海保署发出调单，希望各县市畅水的好手加入净海行列。2020年3月底，全台招募的人数已经超过1800人。其实伫20多年前，外省教联合的朋友早就投入守护海洋的行动。路上有一些清洁人员会去做清扫的动作，可是海里面呢，并没有这一些人，那只有靠一些这些专业的潜水人员。我们下去看到的一些保特瓶啊，还有一些废弃渔网啊，这一些，如果你今天不去把它捡起来，它永远在那一边。可是当你把它清除之后，就不见了。哇！哇！
哎呀！任务结束了后，占海战将陆续满载上船，对海底浮起来战利品，除了塑胶管啊、阿鲁米，还有机械用的批带，顶管都是海草的鞋啊。海底本色什么拢有。我们以前经过那个渔港，渔港里面连废车都会出现这样子，每个地方垃圾都不一样，反正地上不要的都通通都在水里。就是你从海面上一出来，然后你的头上都是垃圾，这样就很夸张。也是都是喜欢海才会来这边，对啊。那有时候看到太多垃圾，也是觉得说啊，怎么这样子？就觉得一个垃圾应该就留到垃圾场就好啦，除非就是都在海里面。海洋是大家的，那看到这么多的垃圾破坏它的生态，其实我们看起来非常的心痛。对，那我们在协会在训练之余，都会不遗余力的，就是把一些海洋垃圾尽量把它给收集起来，把它带上岸。爱海的唱水人，无忍心讲看遐尼水的海底世界，去有废弃的希望，还有粪扫取代，所以变成是海洋的清道夫来抢救已经有规矩的大海，守护那些的国土。近海勇士，唔那是占海战将，还有环保舰队。那我们呢，随着这个船只呢慢慢出发了。那其实呢，这里有一块沙洲。这块小沙洲呢，有一个名称叫做小套地。家己当少的蚵仔做有名的，对着海浪起落的蚵病下骹，做侪蚵农靠这的珍宝为生。但是玻璃浪组成的蚵仔架，不时会造成污染。家己县长王江牛亲身领队，拢总有5只观光船，组成环保舰队去外沙汀洲清理海漂垃圾。日头赤夜夜，风真透，游客嘛总动员帮忙捡海漂垃圾。外沙汀洲离嘉义外海，是台湾沿海上大的沙洲，面积超过100公顷。美丽沙坡是有名的观光景点，嘛是垃圾天然的掩埋场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要来这边捡垃圾吗？因为大家都把吃完的东西丢在海滩上。那你今天想要捡多少？100个。今天是什么物件？对呀，这是咱蚵饼哦，是咱阮科农哦，养科的科棚，咱在地遮一寡科农哦，的蚵饼啊叫派了是叫最重要，6期比完也有在课题。整个科棚啊，大概有2个很重要的垃圾物，一个是保丽龙，因为你让它浮起来，所以我们要求它必须要包覆。那第2个，那科棚会坏掉，所以我们有所谓的相关的奖励回收，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可以保持海域的这个环保，一方面又可以维持我们渔民相关的生计。采访这天，拢总有240个人响应净滩，清出1300公斤的海漂垃圾，其中有4成是塑胶废弃物，再来是玻璃罐。对外观来判断，不少拢是附近的国家来的。台湾4面环海，受到洋流、乌潮和季风的影响，却变成是其他国家海洋垃圾的汇集地。那来坐船，因家己讨一塑胶袋啊，去外山顶做捡的，伊就停啊，放伫船顶啊坐倒。在等的上少差有50公斤的。至100公斤的。想要参加环保舰队其实很简单，不只是观光船载着游客去近海，渔船也是重要的一份子，因为他们在打捞渔获时可以常见海漂垃圾。有的像阮去海就对，吼，阮伫海的去用到一寡粪扫有的无的，阮总嘛是完全来捡动的。你着看个人的观念是安怎啦？有的伊嘛是袂启动的啦，伊嘛是完全甲单位啊。但是讲你单位就着连工伫即角个作业，你完全嘛是会甲去典当的去用着啦。海的就对啦，准污染就对啦。有当时咱要掠鱼，咱就无地去掠啦。台湾敢若是2019年就清除超过13056公吨的海废垃圾，数量上侪前3名就是有6成的瓦多酚类的废弃物，3成2是植物类。2020年海保署结合占海战将和环保舰队，推动近海联名，集合正人的力量，共同维护海洋的环境。如果这样子一个趋势，我们没有去做一个改善或者是处理的话，
也许到了2050年，海里面的垃圾会比鱼多，其实对于粮食安全也是一个冲击。呼吁大家可以从源头去减量，减少一次性产品的使用。那另外有看到一些可能渔网跟渔具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在思考去推广，包括渔具的一个回收跟再利用的部分。源头不管理，永远真的捡不完。包括我们的渔民，他们出海之后，把整包的垃圾，包一包就丢往海里面，这个我常常看到。那希望海保署这一边，我们来做源头的管制，而不是花了那么多的人力在我们的有限资源下去清除这些海洋垃圾。其实海洋垃圾全世界的永远都清不完。深沉搁辽阔的海底，覆盖地球80%的生物，大海提供营养甲能量，嘛是气候的调节重要的关键。人类为着一时的方便，互环境和生态付出沉痛的代价。如今一阵近海的勇士，用实际行动证明因对大海的热爱。但是咱拢是地球村的一员，对家己做起改变习惯，互粪扫减量，才会当缓解海废的浩劫。护海会当呼吸，嘛会当和大海共生共存。